在这个中华宝岛三间联动的透天厝火烧厝，烧死着3个人。厝头家前一讲讲，可能是其中一个死者爆昏才会导火，但是家属来反驳，讲死者已经真少咧爆昏了，讲根本就是厝头家咧下提责任。即摆阁有其他的厝卡出来压料，讲这个厝头家伫别个所在，也阁有厝咧租人，内底虽然有被火气，但是哪像已经过期，房间底嘛无警报器，万不因若阁火烧厝，恐惊走无路。中华宝岛联动的透天厝发生大火，造成3人死亡。厝头家事后怀疑是其中一个姓严的死者食薰致死火烧厝，严个家属将死者遗体领回去，反驳厝头家讲法。不太有可能，因为他很少抽烟的，家人都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很少抽烟，推给不会讲话的人就对了。死者大嫂强调，因为死者身体歹，这几年来薰已经食足饱，认为是厝头家来推卸责任。而且事后警消也发现，厝头家将家厝和联动的透天厝改做32间套房，税出去29间。阁互厝卡批评讲，伊做人当算。无啊，对哪有什么小气，可不小气？伊讲你做物件卖足贵的，你看卖外落，那比方5000块，你讲卖到1万块。好个代志。虽然厝头家强调家己要有负责，也毋过发生火灾了后，有其他厝卡压了，讲厝头家也有其他房产，嘛是计6间套房出租。住户没有一个适当的住户空间品质，就是隔越多赚越多。厝卡讲发生火灾了后，知影家己的厝嘛是这个厝头家真紧张，因为伊发现公共空间的拍火器已经超过3年的期限，厝内嘛拢无装设警报器来侦测，迅速蔓延了，你跑都来不及了。当时还没死亡的是欧卡被抬出来，都是在高楼层。厝卡希望相关单位应该爱好好来清查。官府讲，目前消防还搁咧调查导火原因。若厝头家敢若一层楼共计8间房间，超过规定的数量，官府讲若是调查了后确定，卖甲罚钱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